雅各书第2章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既然恁信咱荣光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毋通看外表对待人。若有一个挂金手指、穿水衫的好野人入来恁的会堂，阁有一个穿破衫的散赤人入来，恁简单注意迄个穿水衫的，对伊讲，请来坐大位。对迄个散赤人讲，你徛踮遐，还是讲坐我的脚垫边？安尼，恁减毋是偏心，用歹的动机咧判断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听，上帝有拣选世间的散赤人，互因伫信仰上富足，通承接伊应允，互听伊的人的国度。毋过恁无尊重散赤人，逼恁拖恁上法庭的，减毋是遐的好野人，因才是诽谤上帝，使恁尊贵的名遐的人。恁若尊趁圣经所记载，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迄个上帝国的律法，安尼就对。毋过恁若看外表对待人，就是犯罪，受律法判做犯法。人若无守律法中的一条诫命，就是无守全部的律法。因为迄位命令，毋通犯奸淫，嘛讲，毋通杀死人。虽然你无犯奸淫，你若杀死人，就是违反律法。既然恁得要受互人自由的律法审判，就照律法的要求讲话做代志。因为无用自卑对待人的，伫审判时，上帝袂用自卑对待伊，自卑赢过审判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伊有信，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，有啥路用？迄款的信减袂救伊。恁中间若有兄弟还是姊妹无衫通穿，衫顿无通食，恁干那对因讲，祝恁平安，就穿好烧，食好饱，毋过无攻击因肉体所需要的面，有啥路用？安尼无行为，信心是死的。检采有人要讲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我要应讲，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，我就用行为，互你看我的信心。恁信上帝只有一位，安尼是对。连鬼嘛信，阁惊甲皮皮喘。讲人啊，恁爱知无？无行为的信心无路用。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安怎互上帝甲伊称作义人？减毋是对伊献家己的囝以撒伫祭坛顶这个行为，可见伊的信心甲行为做伙运作。伊的信心是通过行为来完成，这是应验圣经所讲。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为安尼，上帝接纳伊做义人。因嘛称作上帝的朋友。可见人受接纳做义人，是对行为，毋是简单对信。基于拉合的情形嘛是安尼，伊接纳以色列人的使者，帮助因对别条路逃走。安尼伊减毋是对行为受接纳做义人。身躯无愧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。